本祀奉祀安济圣王大夫人与二夫人。本祀奉祀安圣王大夫人与二夫人，两位夫人生性温良贤淑，心地善良，各自出身贤良或普通家庭，却均勤劳恭俭，有教养，深受乡里敬重。大夫人随夫君安济圣王行善济事，经常协助照料贫病众生，教导百姓生活智慧与礼义，劝导妇女行孝敬德。二夫人亦随行施善安抚民心，教导妇女勤俭持家，与孝顺长辈，劝导子以行善积德。传说两位夫人在夫君行医济世之余，多次显灵护民，当百姓遇困难、疫病或灾厄时，他们常显征兆，安慰众生，提供指引。因此民间信众尊称两位夫人为贤德护民的楷模。大夫人与二夫人慈悲贤德，他们的事迹与安济圣王一同流传，成为后世敬仰的榜样。他们象征妇德贤淑，祝福行善，济世护民，德行流芳。至今各地庙宇皆有奉祀安济圣王大夫人与二夫人，信众虔诚，上香祈求家宅安康，夫妻和睦，百姓平安。岁月在我身邊笑着